各位网友，大家早上好！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在这绿树丛荫的环境下见面。今天据中国气象预报，今天我们这里温度是26到33度。回答一个网友问题啊，这个网友是爱好体育电脑、手机游戏的朋友说啊，老杨以后别再别的，以后交配女的当方面收视率能高一点，1块钱一甩真美啊，真是好建议啊！接下来咱们走进中国500强之一的建筑工地，看看今天大叔将为兄弟们做什么美味佳肴。他是看见你天天整车挺高兴的。好，走，来呀，走。在后边路上整好了。靠哪条？他说的小炒菜，咱花了3万块钱而已。你给那老婆说2句话。后边啊，我不来，别生气。对，你老婆说我不来，别生气。再说2句。我要这，这我这事，拿回家。多少钱就拿回家啊？钱不走小日子。不。